嗱，今晚咧我哋係有一個咧特別嘅東西咧，係預咗俾咁多位聽眾嘅。係。本來咧，我哋呢一個咧就唔係我同阿歐發版，係阿莫里發版。係。但係好可惜，佢誤信咗一啲咧。非常之好嘅兄弟，不過唔緊要，真係非常多謝佢嘅幫手，溫之龍。因為咧本身呢條片咧諗住即係壓到今晚咧先至公開嘅，但係唔知道點解流出啊，突然間被公開了，係啦。你知唔知仲要係最好笑係點啊？佢打嚟，喂，我哋搞掂啦，你上網睇下 O 唔 OK？ OK 嘅話上網睇下，我係叫你上網睇下 O OK。咁跟住之後，唔係因為佢俾咗 login 我嘅，咁佢就話你上去 O 唔 OK？OK 嘅話你搞就得㗎啦，咁講入面啲字可以改嘅，我好啦咁講，咁跟住好啦，咁中途都冇乜事發生，突然間冇喺微博有人 at 我，跟住同我講好好笑啊你三個，跟住我覺得奇怪，點解佢會咁寫？仲要跟住佢哋入面嘅內容咧，跟住即係原本嗰個人嘅內容咧，係好明顯真係睇過條片。跟住先會知嘅內容嚟嘅，咁我 click 入去睇啦，已經有幾廿個人轉載咗呢樣嘢，原來我哋條片已經俾人悄悄地流咗出去咯。係咁啊，悄悄地流咗出去。係一條咩片咧？就話說即係阿莫里咧，就成日做一啲薯片、蝦片、台灣嘅 artist 嘅訪問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揾咗呢一個咧厲害嘅朋友，佢叫做張雲京。阿京爺啊！佢真係啲人嗌佢做京爺。其實點解要叫張雲京做京爺嘅？因為佢有一出道咧，直至最近呢隻碟之前咧，都係好中性化嘅打扮，所以啲人就會嗌佢京爺京爺咁。跟住但係呢隻碟出咗之後咧，咁啲人就會嗌佢做小女孩嘅，或者嗌佢小姐。但係我就幫佢新改咗名叫小京京，而佢好開心，亦都話自己叫小京京嘅。哦，原來咁。而今次咧，即係佢當然啦，變咗小女仔之後，即係小女孩之後咧，梗係有一啲嘅搞作啦，要證明佢自己係咪一個女仔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佢要刻意做呢樣嘢嚟證明咧，因為一個女仔。因為我見咗佢幾年，我都覺得佢真係好 man 噶，每次都喂 ，hello， 你好，好久不見，咁樣。我們去喝酒誒，我們哥兒們去喝酒誒。佢又唔會喝酒嘅，每次都同我講爛 gag，係啊，我說一個笑話給你聽。不如你都係用翻廣東話啦，係幾和添咁樣。不如你講翻廣東話啦。佢係咁樣嘅，咁阿鬼。佢會咁樣嘅，咁跟住之後好啦，咁今次就喂，不如既然你今日你變咗做小女孩嘅話，咁不如試試你實力，我哋一齊鬥化妝啊，咁樣。佢話咁好啊，邊度搵model 啊咁講，我話放心，我已經重金禮聘咗兩個超級勁嘅全港 top one 嘅 model，top one 嘅 model，一個叫黃冠斌，一個叫孟慧玲。係對於阿張雲京話，我沒有聽過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們是誰。唔係啊，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啊？佢136係咪頭先經過嗰兩個？就係嗰兩個，嗰兩個蛋散啦。你知唔知佢下一句講咩啊？咩啊？天啊！係咩？嗱，咁其實段片做咩咧？咁我哋就唔講太多。總之就係一班集體欺凌同集體被欺凌嘅案件啦。咁而你想睇嘅話，欺凌我又唔見你咁講，因為單獨欺凌啫，就我欺凌你，而家係你兩個欺凌我哋兩個，所以叫集體欺凌同埋集體被欺凌。OK，咁啊嗱，好簡單，你想睇即係睇一條片究竟有幾咁威猛嘅話咧，咁啊上個 YouTube 啦，咁啊你打張雲京啦，咁啊再唔係咧就張雲京，然後再打莫呢，就好奇怪嘅，本身條片個名好搞笑喎，咁你請個嘉賓嚟啦，譬如我哋當請劉德華咁先啦，咁譬如當阿 O 即係訪問劉德華喎，咁你段片通常會點起題啊？有即係譬如阿 O 大戰劉德華咁先算啦。嗱，你哋都係錯咗呢個通病，會唔會應該劉德華大戰阿 O 咧，而唔係阿 O 大戰劉德華咧？照 search 都 search 到噶啦。係，你又好似講得啱喎。不過放心，但係劉德華大戰阿 O 又好似。你諗下，我擺上去係劉德華大戰阿 O， 好似我被動咁樣喎。咁但係你顧唔到係客，我哋點樣尊重人家喎？不過唔緊要，都係我哋嘅好兄弟搞嘅。係佢寫嘅，好好啊。咁啊，裝具啊可能。Anyway， 你上去 YouTube 度，你揾張雲京同埋揾莫呢，咁你就可以揾到呢一段咧集體欺凌同埋集體被欺凌嘅短片啦。咁睇完之後咧，覺得好睇嘅廣傳開去，覺得唔好睇嘅俾個 like 就算數啦。係，如果大家覺得呢啲 match up 係好睇咧，我哋會常做啊，不定期咁樣做啦。即係最主要都係
叫佢揾啲楊丞琳做呢個 crossover 就揾唔到。喂，係咪先之前我傻你啦，俾咗大東你喎，汪東城教你擺 pose，大東係係仔嚟嘅喎，你有冇諗過？喂，但係佢幾紅啊，你有冇諗過？我知佢，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單嘢係傻你啊？係啊，又唔覺喎，因為佢始終唔肯掂我，就係掂阿 O 隻手喎。係咩？係啊咁你要好好反省喂，下第一個自己，但係下一個好傻喎，下一個係邊個啊？下一個係姨媽啦。係咩？幾時有啲女台灣 artist 嚟香港啊？密切留意我哋睇嗰個隋唐嗰張雲嘅。啲你唔做嗱，嘅，不如咁，我犀利覺得人妻嗰啲你唔唔係，我做嘅。覺得一定要試水溫嘅，我哋個節目不嬲都係咁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如果咧啲聽眾真係歡喜中意嘅話，我哋先至再拍多少少啦。好啦係咪先？如果唔係，陣間啲聽眾又話咩唔好咧，好唔會悶啊！啊咁啲聽眾不如咁啦，咁咁究竟有幾多個人睇過？即係個點擊率要到幾多，你先至覺得我哋應該下次繼續做咧？不如你哋決定啊！我話俾你聽，而家暫時我睇過咧 YouTube 嗰度咧已經有260幾個人睇過咯。佢偷搶哇！真係好多人啊！我未公開之前，哇！嗰啲人多到咧黐線，我真係見唔到啊，多到。所以你諗下，如果係嘅話，幾點鐘或者幾耐之後有幾多個點擊率？阿斌話事啦，我對啲數字唔係好敏感，我都係啊同埋咧我唔係好熟網絡嗰個文化。阿斌咧計呢啲網上 hit rate 咧係有一個佢自己獨到嘅一個層階，佢覺得邊條片先係紅咧，有一個層階。不過咧。即係真係好難計喎，呢個網上嘅點。如果嗱，不如咁啦，阿莫就係咪都拍㗎啦？係啊如果想我哋都即係以後粉墨登場跟埋落去玩咧，一個星期啦，7日5萬啦，5萬好合理啊，好合理。喂，大佬，我俾你化妝喎，你知唔知我人生幾可化呢咁樣衰嘅妝？我本身唔靚仔嚟噶嘛。喂，咁啊靠大家啦，張雲經化你嘅。咁啊靠大家啦，睇下你哋即係廣傳開去嘅力量有幾咁勁啦！一個星期啊，今日星期四，下個禮拜四我哋結算一下，如果過5萬個點擊率咧，我同阿歐下次就再玩癲啲，咁啊睇下究竟個 hit 你中唔中啦？如果冇嘅話咧，阿冇呢繼續做，我哋行開，拜拜。森林里有個小女孩，她天真又可愛。今個禮拜我台妹揾嚟呢個嘉賓，佢叫做張雲京，以前呢就叫佢做京爺嘅，今次見佢嘅時候應該嗌佢做小京京。我係小京京啊，大家好啊。嗱，2年冇見你啦，佢今次一見到你嘅時候咧，就係嗎有個女性嘅打扮，哦，你習唔習慣啊？我中意啊，我中意小女孩啊。小女孩，你中意小女孩？我覺得其實還蠻，我其實這次的造型是我自己還蠻想要去嘗試的。然後我覺得其實把自己頭髮留長了之後，有一種我自己覺得其實也蠻美的。就覺得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。然後給大家看到的那個東西，就是不管是在音樂上面，或是給人的那個印象，就更柔軟的感覺。對。咁啊，張雲京就話咧，佢都幾中意自己留長頭髮個樣。係。但係我好想問咧，即係之前咧，你俾人哋感覺好硬朗噶嘛？咁你推出你嘅 CD 做宣傳嘅時候，會唔會變翻溫柔啲噶？我覺得是，你知道嗎？就是自己在表達自己的時候，現在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的，以前就是跟男生就比較body，然後可能是因為就是年紀增長的關係，然後也覺得就是好像也不用跟男生這麼的body 啊，對，就是我覺得可以保持一點，就稍微再回來一點這樣。的確我有一些怎麼講？我覺得我自己好像真的年紀增長有差就是自己慢慢的開始，就是我覺得那個知性美，自己講自己知性美慢慢流露出來。工作上面，即係我哋喺大銀幕上面，喺熒光幕上面見到嘅張雲京，係咪真實嘅你？是真實的啊，係真實嘅你，是真實的。爆發力好強嘅你，很強。哪一個部分的爆發力？音樂。我跟你說，還有你嘅魅力，魅力啊！哎呦，多謝你啊！我一見到你我就話張雲京，你索咗好多啊！很正，很正。但好啦，我想問下啦，張雲京，咁你識咗咁多朋友，但係你會唔會好害怕孤獨，或者好驚自己一個人呢？以前比較怕，現在比較不會怕了。就是說，好像應該說，我覺得我這2年的時間，我學會跟自己相處。就是我覺得那個相處是，其實我覺得我們要更多的了解自己，跟喜歡自己的時候，中意自己對呀，中意自己。2年裏面，你學習咗中意自己，對相處，對。其實你會很多東西，你就不會那麼的害怕你跟自己相處。很多時候，對。咁我想問下，你會唔會入行到而家啦？你頭先就話呢2年你學習咗相處啦，但係呢入行到而家，你有冇一刻你係好需要朋友嘅陪伴嘅咧？
有啊係，就是我觉得在可能真的是自己的。怎么讲？我觉得人遇挫折的时候，遇挫折或者是的时候对起落的时候，都还是需要的。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2年真的也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懂得求救懂得求救。呀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求救是人需要去，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脆弱，或者是知道自己需要的时候，你会适时的去说出那个需要。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。那些珍贵的小梦想，充满希望的小梦想，给人快乐的小梦想，无尽未来的小梦想。小女孩，这世界很大，等待你用心去寻找、探索、直到你的天堂。小女孩，这世界最大，但最後你會發現那真實其實全都在心上。嗱，我好想話咧，即係點解會突然間會有小女孩呢一個嘅概念咧？我一直都有小女孩的那个特質，只是以前都隱藏住，沒有讓她看到。而家爆發出嚟啦！呀，小宇宙爆發，所以令到你隻碟都想話俾大家聽，你其實私底下一個小女孩。其實有這一面，真的還蠻有這一面，就是還蠻常，就是有一些。突然間，我朋友就說：“你會撒嬌哦，就是累的。”你平時私底下點樣撒嬌㗎？會，可是其實你叫我現在我演不出來就是我講某些話的時候，我會講說。可能就是我吉他很重嘛，然後我就會請我朋友幫我拿，然後我說拜託啦，好重哦，什麼什麼，然後他就想說，天哪，你竟然跟我講拜託，就是他們也傻眼這樣，就是我就說拜託啦，然後是你會說拜託，因為通常我不會講拜託啊，通常我都會就是過啦，來去我之前有時候會這樣子，真的。對啊，有點太 man 了一點，好 man 咯！係原來咧就張文京對某些就是那個某些對象的時候是會說爆拿，就這種感覺。其實如果就咁即係波拎都係某一個程度上嘅撒嬌嚟嘅。我懂你，都係啦。只是那個臉就是看起來比較臭而已。咁你有冇諗過幾時會組織一個屬於自己嘅家庭？當然到了那樣的狀態就希望可以有。有冇諗過計劃幾多歲啊？我在想，就是說可能35歲應該要生小孩。係35歲生小孩。對，因為35歲生小孩好像差不多，還有6年。係，對，還有6年。OK， 大把時間。對，還有一點時間的，也沒有到說很多時間，因為其實1年過去還蠻快的。嗱，當你而家識咗個男仔，2年之後拍拖，唔係2年之後結婚。嗱，係好快哦，仲有2年時間，差唔多啦。你的想法是這樣子啊？對啊，一定2年就要結婚啦，差不多啦。哦，不好嗎？我們沒時間。你呀？對，那我34歲的時候，可能33歲的時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。係，不如咁啦，而家咧我物色下身邊啲人，有好嘅就介紹俾你。我就是說有好的就介紹。真的，我知道，我聽得懂。但是你確定你真的要介紹給我嗎？如果你嘅身邊有好嘅，介紹俾我。其實你是為了這一句吧？你是為了鋪梗吧？你當鋪梗的意思嗎？對，好啦，姐妹嘛。係啊，姊妹嘛，話就識咗咁多年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喂，嗱，好啦，咁我好想問下，最後一個問題啦，女仔仲要有啲乜嘢先可以裝備到自己，令自己可以有個組織幸福嘅家庭呢？我覺得會不會化妝不重要，應該要會懂得去，女生要有能夠去自己處理事情，一個很獨立的一個辦事能力，跟處理事情的能力。但是呢，在我們該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呢，就是該處理這些事情該表現的時候呢，我們去表現。但是有些空間要留給你的另一半，那個男人。對，其實你知道我最近，你知道，簡單一句就話聰明。對，就係話咩咧？化妝唔重要，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可以自己處理多啲事情。對，跟住之後咧，當男仔需要你處理嘅時候處理，但係有陣時亦都要留翻俾個男仔自己處理。對，要讓男生知道，就是那個他們是有存在的價值。你知道是誰教我的嗎？就是我一個好朋友，
我有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係他結婚了，他就跟我講說，不能潑男生冷水，係唔可以潑男生冷水。係。但係我頭先聽到小京京講嗰句就係話要俾佢哋有存在價值。我好相信，如果你嘅第日將來男朋友聽到會好唔開心。咁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要俾男仔有存在價值。咁所以咧，我身邊其實有2個男主持，我哋不如將佢變靚啲，令到佢覺得喺世界上邊而家仲有存在價值，好唔好啊？他們有覺得嗎？他們有覺得嗎？他們會覺得嗎？一定會。所以他們今天來是為了這個目的就對。對，就係要揾翻佢哋自己嘅存在價值咯。哇！好，我哋而家就去。好啊，拜拜。唔該晒張雲京啦，幫我哋化妝化得咁靚，係咪先？點解你唔該我嘅？我真係唔該你嘅啫。唔該你啊，唔該唔該你唔好再搞啊！再搞啦。不過咧，即係頭先咧，即係君子一言咧，駟馬難追。咁阿斌仔就話咧，一個禮拜5萬 kick way 咧，我哋就會繼續扮鬼扮馬做呢啲咁嘅奇離怪嘅角色。我哋係會繼續被欺凌嘅。就係咁啦。咁大家上 YouTube 咧就揾到條片，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個 group 都 OK 嘅。今晚時間差唔多，轉個頭啊，山完水豆有金明係。拜拜。